大家好，今次係超短分享，開頭錄唔到，主要係封印王座加創世紀，有埋金字塔加粒子牆，基本上無限星星同房。明曜只係輔助，加埋這係有3張粒子牆係免費出。開始2星加2張長2星加明曜2星，仲有2能量做其他嘢，勁爽。見到星星仲係搭緊上去，只能講4張都係我必選。